Round one, fight. Round one 第一回合，一個南方咧，又想一個低數勢去進攻啦。咁啊，韓國唔舒適話成哋一個低數腳反擊。咁大家距離咁長嘅距離，大家攞得好啲啊！咁佢想進攻嘅時候都成功去避開對面攻擊。呢個韓方貼咗圍住擂台，因為有少少係遊走嘅步伐啦。咁啊，令到南方冇咁容易可以捉得到自己嘅步伐去嗰邊。咁啊，進攻嘅時候，相對嚟講比南方係難啲去打中啊。又低數踢，成功命中。一個拳腳組合。南方俾人逼住上前啦，咁啊南方嘅主動性強好多，相反睇嘅紅方係一個游擊嘅狀態啊，咁啊嘗試唔同南方一個係叫正面碰撞，一個後得避開咗，然之後低數踢反擊。一個左腰踢跟一個後手勾住頭，兩下。呢個紅方偏只都係圍住擂台走㗎，咁啊南方向冇咁容易去包得住啊，夾得住紅方啦，咁就好難係攞一個自己嘅攻擊距離。咁啊紅方每一次擊打嘅時候就噴開啦，就離開啦，一個推嚟一個拱。最後10秒，10 seconds。南方仲未攞一個屬於自己嘅攻擊距離啊，咁啊直接俾紅方唔緊。End of round one， 第一回合結束。Round two, fight. Round two， 第二回合。咁呢個南方知道自己第一回合應該係輸緊分㗎啦，所以見到呢一回合開始啊，就即刻不停咁逼緊上前啦。咁相反，韓國貼翻住個自信啦，貼住呢個遊走啊，一個避開，將一個右腰嘅就反擊，一個拳腳，一個吸球。如果一面有火拼嘅，大家都係將所有都攞晒出嚟已經。吸球。大家吸球，就撐過再吸球，要識玩啊！咁啊，南方有一多仲未攞一個屬於自己嘅攻擊距離啊，未能成功將紅方包住啊！行前揾佢嚟進攻啊！紅方嘅距離又控制得好啲，會順擊打完嘅時候咧，令到南方個距離唔啱啊，打佢唔中啊！左腰掃踢，大嘅人進攻。Last 30 seconds， 比賽最後30秒。南方仲未攞到距離啊，睇下會唔會成功逼上前啊 ！Action！ 要進攻啦！喺個強勢之內，大家嘅拍勢，成功連擊避開咗。南方都仲係未攞到一個攻擊距離啊 ！End of round two， 第二回合結束。表現都非常之好啊！睇下今次會係紅方嘅遠距離做得好啊，定係南方嘅反擊做得好咯？Just two. Red corner 19, blue corner 20. Just three. Red corner 20, blue corner 19. So the winner is the red corner. Congratulations to the red corner.